台中五测市市场标出着非洲猪瘟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日公布上届新的调查结果，确认这届非洲猪瘟敢若发生伫台中的案例场是孤一个个案，也排除人、车顶传染方式，全国无其他所在看到这款传开现象，推论讲这病毒将可能是喷无煮过来造成的。因若当时会当解除禁运禁台咧。指挥中心强调讲，未来3天会维持高强度的检疫，确保所有猪场无病毒入侵，就有机会伫咧初七解除禁令。非洲猪瘟拖烧几日天，中央应变中心公布上新的疫调结果，确认这届发生猪瘟是单一的案例，敢若台中一个案例场有出代志，加在病毒无传出去，照目前的判断，应该会当确定病毒和喷无煮食有真大的关系。厨余是最重要的来源，并且重要的是未合格蒸煮的厨余。根据以前的调查，有使用到具测清洁队的喷的猪条有2场，一个是确诊的案例场，后来这个案例场佮甲喷分予另外一个死猪条，加在死猪条的喷有煮透，所以规场的1000只猪仔检验的结果拢无代志。西厂它有落实的这个上传它的蒸煮资料，有去呈报，多次采样都是阴性。那这个案例场呢，它从7月通报上传资料1次，8月就从来没有再上传资料。农业部长也表示，要确保未来3天全台湾的猪条拢无病毒，才会伫11月初7解除猪仔禁台禁运的禁令。不过，也是会继续禁止用喷来饲猪的政策。你要及时监测，还有相关的配套的这些法规要完备了以后，我们才会去处理这个厨余养猪场是不是能够继续用厨余来饲养。也若未来台湾敢会全面禁止用喷来饲猪，农业部长指出，这较有难度，需要搁再讨论，爱时间互猪农转型，而且喷要安怎处理，也是一个新的环境问题，需要用时间来解决。记者陈亚轩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